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台湾话伫咧劝人做好，劝人都爱互相，即个话真济呢。来，国情先招你来研究一句古早话，讲叫做放伴。咱过去，咱遮的老辈，较早做事挂伫我，嘛都爱放伴。今日你甲我斗挂，明仔换我甲你斗挂。这放伴即句话，就是讲互相来完成你甲我公家的代志。啊，咱嘛想到森林土苦田的歌仙吴天乐，天乐伯啊，伊要甲车古调内底重新写歌词，伊个吼改国笔，佮改趣味，伊就将车古调写落去变作放伴西城区。迄条歌黄西田嘛捌灌过，嘛捌流传一站。毋则讲放伴，就是讲咱互相完成咱公家的工课。做人都爱互相烧娘照春。凡事计较就无较长啦。那放伴代志做会好，这嘛好代志，这嘛爱互相来鼓励，互相来赞成呢。过来就是讲吼，放伴甲石头做好圆满。这有一句台湾话，讲人甲人中间拢是相伴福气。这句话哪真有意思哦。即马吼少年家原来足少听到啊。人若晓相伴福气，就趁有钱。咱知影讲业界嘛真做迄落。共一个节目内底，3、2个主持人互相咧斗怨，互相咧不服的，莫讲业界，嘛有迄个公司业务人员伫外口伫咧接业务，甲内勤的就袂合。讲哦，拢我出去趁钱，转来咧互恁分啦。内勤的嘛讲呢，讲我行政人员人客服务了若无好，你业务较后做嘛无效。毋则讲吼，人毋通安尼相怨相斗，都爱三伴福气，因为福气相伴，代志才会久长。福气相伴，真正讲有才调趁钱的时阵，才有法度趁了一日一日继续的接入来。啊，若无吼不接应，讲真正雨落大阵啦，卡输迄湿啊雨，久长伫咧落，你讲看有影无？毋则讲做人真正凡事老计较，这无较长。咱过去咱的祖先有一句话足有意思，值得咱来思量，值得咱大家静静的来甲想。5字尔，讲叫做有量才有福。做头家要有头家量，做辛劳嘛要有辛劳的量。咱加做寡，莫甲人计较，这无要紧。上惊就是讲，我也要计较，你也要计较。今日我招你来相放伴，即马代志做的，我唔认笑啊。明仔换你招我的时阵，我讲无咯，我咧无用咯。安尼永远都无在条解决，无法度排解困难啦。咱若做人有量才有福。我互你小加一个，我互你小求一个，嘛无够对。心肝放互开，相信讲天地拢有咧看，自然咱若好心好气，早晚都会来。这解文说义咧讲台湾话，鼓励人互相这种的文化，这种的作风也真有意思。